各党的新年哦，上受到注意的台北102宴会，今年是以世界棒球12强摕到冠军来做主题，计共是有360秒，非常的精彩哦。今仔开始有袂少新的制度要实施，今年开始基本工资是起到28590块，跟保费嘛有调整哦，税厝的补贴嘛扩大办理，咱做伙来关心。在日本的东京巨蛋4比0完封了27连胜的日本队。彰显历史性摕到冠军的积极性，互人家激动的棒球12强正组，今年台北102跨年宴会注定专长360秒宴会秀，比去年更较好看。璀璨的宴会，照度夜空也向台湾英雄致敬。2025年新的第一日，未少关系民众前底甲宽裕薪资也正式上路。税厝的人，其他的租金补贴为今日开始开放申请，补贴总户数为去年50万户增加到75万户，那满都未阁增加。受灾挥发受情的影响，会由中央甲地方共同负担经费来进行。那这个部分包括国函经费。好，2945亿，波补劳保的经费1200亿，租金的一个补贴400亿。在民生消费方面，基本生活费免税也拢调悬，劳保费率调悬做12.5%，基本工资也起，每个月为27470块，调悬到28590块，每点钟基本工资为183，起到190块。其实连续第9年的调涨了哈。那预计这次调整会有257万的劳工朋友会受惠哦。交通限制，骑机车的人都要注意。那车主改讲无完成登记认证，今仔日开始相关罚5000；那无改善继续骑，搁互人拿查，相关罚3万。看你们已经在桃园开出全国第1张的罚单。经南查后，发现该机车为改装排气管，立即对李姓民众开出全国第1张罚单。起上低工资，连带影响民众健保费、投保金额调整了，剩28590块，甲28800块两级股，有共影响811万人。另外，做公费流感疫苗会扩大，也扩大感情体检服务甲对象。公司记者综合报道。